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有心。马太安溪崩山湖做大水，今仔日伫光复乡嘉里洞找到一个罹难者，确定是农场洗出来员工，也目前至少有18个人死亡，6个人也找无。即马救灾有关是无暝无日咧做，昨昏刷出现2个假警报是引起惊吓，甚至有囡仔伫人群当中碰见，加载是有找倒转来。毋过是安怎会有假警报？原来是有警察误解指示，无确认状况就直接通报。也花莲县警察局表示讲，会来对救相关责任进行内部的处罚。前世离搬运搜救行动第二个出现新进展，救援人员伫光复乡嘉里洞烟花，就是马太安溪下游的所在，发现一具男性遗体。不过，伊遗体情况甲真严重，外表拢看袂出啊。经由检验相验，比对基本资料，确认死者是伫大同村17年度的农场员工生出来一个人，拄好离到是头七，每个拢伫现场着急等待家属讲，就会使互爸爸来安葬咯。这几天真的很煎熬，听到那一刻确认是爸爸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谢谢所有帮忙找他的人，真的带爸爸回家了。我们明天就针对米站大桥再往出海口的方向，再针对岸基的搜索，佛祖街336巷的部分，我们一样有请那个重机具，就是怪手这边在持续做开挖，河的2侧是我们那个就是最近搜索的热区。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造成灾害第7天，搜救单位依然全力伫找17年度的光复乡民众。不过前一天却是发现2摆假警报，造成至今救灾人员也个民众拢真惊吓。礼拜迄天，城市中道讲是马太安溪上游又个又流出来，暗头的西区是有警察误解这个指示，无确认情况就直接通报发布。花莲县警察局讲的，追究相关责任进行内部的处罚。甚至有小女孩走失的这个状况哈，那好家在由国军弟兄来找到，那整个花莲县政府就像放养的小孩子，一次的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已经在昨天联系了花莲县政府警察局的相关说明的作业程序，会透过这个乡公所村里还有警车、消防车和垃圾车来同时发布这个警报。推出中央发布影片，公中上游达到红色警戒，而且必须撤离时，会由农业部林保署通知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再由管制中心同步来通知各派出所统一发布，也提醒五秒底面叫，停止5秒方式来进行播送。就惊唔对假信息引发民众惊吓，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除了及时澄清，也强调必要时会依照灾防法第53条处以徒刑、拘役也是罚金。另外，新北特搜队连续7天，总计736点钟，一直伫救援支援任务结束了后，也向这片受难土地致上上深的敬意。也若即阵当地受花莲特搜队甲国军共同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好，也即马崩山湖内面的水虽然讲剩600万外吨，毋过也是维持红色的警戒，就是毋敢大意。前内政部长李鸿源今日表示讲，即个崩山湖坝体下底的幼刷流起来崩塌的即个问题已经降低，目前应该较袂有即时风险。为林保署的及时监控画面会当看到马太安溪崩山湖的水量比进前更较降，目前8点关度82公尺，村的水量610万吨，有源维持红色警戒。内政部29举办崩山湖防灾检讨会，卖事件白光现象可能造成二次灾害的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强调，白光现象的问题大大降低，目前无啥会水有风险。不太会有一些很立即的危险，因为目前的这个渗流的状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610万吨的水，那这个水当然包括泥沙哈，可是呢，下一次的台风或者是气候变迁，或者是地震，会不会引发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个效应？伫马太安溪桥水头，假设为地动性核测站的阳明高台团队学者刘维安公布崩山湖溢流的时，感觉适合甲崩花大水的相对关系。2点54分的时候，微地动已经产生了预警，那所以从预警走到水流已经接触到想要保全的这个区域，大概有20到30分钟的预警时间。
刘维安解释，23下昼2点20分监测到水位开始下水降低，是第一波警戒信号2点54分为地动站的信号回传，显示激烈跳动3点12分，系统内看到大水当日经过北华车站3点20分，麦泰安桥的水位计信号中断，中岛透过多重监测工具等于公布监测溢流的水况。另外，下只油警防范路一般河流涨起来干扰救灾。比较担心的就是，其实一般的河川易淹啊，现在主要是光复堤防目前是冲毁的状况，部分河水是会往市区。刘维安同款示警，水尾河床已经封贴管，河道相对较会吸察到，雨量无大也可能造成灾害。未来只要阁有规模无大的崩旱，都可能产生地处崩山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花莲公河发生灾情了后，各县市的消防局是随派人去支援，其中高雄特搜大队共历搜救4天，今日下晡是转去到高雄基地。市长陈其迈除了颁发慰问金，嘛予特搜人员2天的公假，就是要予因好好休困。两人拢是土山的国事救灾车，转来到基地。崩山湖1楼的隔工就出发去公河乡救灾的高雄特搜大队，离到技术任务转来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身来到现场迎接，行礼致意。谢谢大家，谢谢。花莲公河乡受灾严重，各县市消防局接到机关的请求，拢来到灾区搜救。对公河乡中华路有走过到马太安溪溪床，林警员甲搜救狗行入去巷仔甲徛家内底，唔拿找人，嘛爱救搜救狗。发现 Mina 跌入那个泥潭的时候，其实我当然是吓一跳，因为她就等于同于是我的女儿一样，所以就是心里是非常的担心。是没有一些明显的外伤的。那后续几次的任务也是有持续监控他一些生命真相啊，还有一些肉垫的受伤状况是都还 OK， 所以评估是可以继续执行的。大水伫灾区留下真侪烂土，唔拿互搜救狗打坑落落去烂土区，现场也真侪山流的水。搜救人员真无简单，伫2公尺深的烂土找到罹难者，运出来时也真危险。力量很大，所以你光要这样子要渡过去，其实是一件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用人力的方式去把前面的水流让它分流，然后把大体放在我们人的后面去保护，然后让它这样子渡河。搜救狗甲翁仔伫佚佗，尽管搜救环境比去年花莲强烈地震更加困难，45位救援英勇甲5只的搜救狗，有缘伫有限时间内底圆满完成32件找人，也是安置这任务，祝福灾区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普罗伊今仔一个透早是对越南中北部的沿海来登陆，大影是拍到8公尺遐尼悬，目前至少11个人死亡，21个人来失踪。风台威力呢，真正袂当大意。越南政府的计划要替离沿海25万的居民，也4个机场是拢总关起来。迄阵伫海面扑雷沉的救援人员赶紧去救援，根据了解，有9人互救起来。风台普罗伊以每点钟117公里的速度，29透早伫越南中北部登陆。越南气象预报中心表示，到10月7日，北部甲中部省份的降雨量可能有600毫米，雨水位可能会涨9公尺悬。所以越南政府计划撤离25万的沿海居民，包括岘港的21万人、顺化3.2万人、更替城市豪情1.5万人。另外，包括越南第3大机场的岘港国际机场在内的4个沿海机场，拢已经关起来，还有超过200个航班被迫取消，也是已經改降其他所在。Đánh mạnh quá ghe cộ nó banh hết trên rồi, giờ ở đó cũng chịu chết thôi chứ về giờ em cố gắng bơi vào cho bằng được để kêu cứu hộ. 大水甲路拢淹去，佮因为风正透，铁厝的厝顶规个掀起。越南拢总动员11.7万个阿兵哥来救灾。根據越南官方媒體報道，一個婚姻人予大水沖去，煞渡水死亡。Quá khủng khiếp và nói chung 38 năm trong cuộc đời giờ mới thấy một cái cơn bão nó to và giật mạnh như thế. Cả đêm ngủ là không ngủ được, đùng cả đêm. Cửa kiếc chỉ là sập giật cả đêm nên là cảm nhận của mình thì thấy nó quá ghê gớm, quá sức tưởng tượng. 因為一禮拜來有2個風台侵襲亞洲，帶來嚴重災害。教宗良14世佇聖伯樂廣場為災民祈禱。In questi giorni un tifone di eccezionale forza si è abbattuto su diversi territori asiatici, in particolare le Filippine, l'isola di Taiwan, la città di Hong Kong, la regione di Guangdong
in Vietnam. Sono vicino alle popolazioni colpite. 根据越南灾害管理局的报告，到目前为止，普洛伊已经造成245栋厝受损，约卖1400公顷的稻田甲其他农作物因为浸水烂去。今年1月至7月，越南因为天灾导100多人死亡，也是失踪。那是去年9月的摩羯风台，也有过600人死亡，更造成越南33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俄罗斯对乌克兰大空袭。9月27暗时10点左右，到9月28透早，连续12点钟，俄罗斯对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南部港市敖德萨、扎波罗热、苏米在内7个地区发动大空袭，试出动要600架无人机射40粒飞弹，也这个规模是这几个月以来上界大的一摆。至少有4个人死亡，也这4个人当中包括一个查某囡仔，才12岁，也阁有80多人来受伤。在俄罗斯军方12点钟过的连续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有真侪骑警名体规拢害去。总统泽连斯基讲，这礼拜将会甲欧洲盟国讨论对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乌军离北也攻击俄罗斯边境贝尔格罗德的能源设施报复。Реалізувати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по ППО. Обов'язково Росія відповідатиме за все, що робить. 俄罗斯自27晚10点开始对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南部的港口城市敖德萨、扎波罗热、苏比在内等7个所在进行猛烈的空袭，总共派美加600台无人机，发射40粒飞弹，是几个月以来规模上大的一遍空袭。俄罗斯强调，空袭是针对军事设施。这边的攻击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拢伫基辅，包括一位12岁查某囡仔，超过80人受伤。One more example of genocide of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Ukraine. 住伫咧基辅35岁军官赫瑟耶夫，因当时第2遍拄到俄罗斯空袭，好佳在3个囡仔甲伊的看守拢无代志。Я вірю, що ми повинні стояти і надихати людей. Надихати, боротися далі. 住伫咧基辅19岁达丽娜，正好佳在前一暗去朋友因兜大。Це реально пощастило, що ми не вдома були. 乌克兰即马积极强化长程打击能力。顶礼拜，泽伦斯基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阵，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讨论军售的代志。乌克兰希望美国会当卖射程2500公里的战区飞弹予欧洲国家，搁再由欧洲国家转交予乌克兰。美国的副总统范斯讲，这件代志将会由川普亲自决定。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美国密西根州一间教堂咧举办活动，所有人赛车拢入来开枪佮放火。警察接到通报是赶紧到现场，甲凶手对战。落尾是甲凶手断死，也这件事件至少5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发生枪击案的密西根州大贝隆市的摩门教教堂，因为真美火势呛出阵阵的乌烟。根据警方调查，这间教堂礼拜举行大型活动，有几啊百人出席。想要到煞互一个驶4门火车的人冲龙正门，了后驾驶炸枪落车开始扫射，使用的枪支亲像是突击步枪，枪手也个调监放火烧教堂。警方协报了后，警警去到现场，佮甲枪手交战，短短8分鐘，枪手就互警方打死。The suspect, again, we're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s right now, was neutralized at 10:33:44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at church. That suspect is a 40-year-old male from the city of Burton, who we identified as Thomas Jacob Sanford. 目前唔知影相关的犯案动机，也无清楚相关甲教堂的关联。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警方也伫相关的住所范围游封锁线。目前知影一名受伤的人情况危急，其他人是较稳定。教堂火势已经拍花，警方伫巡视会场的时发现罹难者遗体，研判可能也有民众受影响。I know there had been some church shootings like recently in the news, but like the fact that my hands are shaking, like it's 10 minutes down the road from where I live, my home.
8月，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天主教学校发生枪击案，迄当时造成2个囡仔死亡。根据追踪这类事件的枪击暴力档案组织统计，美洲这件枪击案是2025年以来美国发生的第324件大规模枪击案。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来讲，因为伊朗无爱遵守核能协议，联合国安理会是决定要搁再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也9月份开始，伊朗的经济都受到冲击。一个平均物价年增率是达到37.5%，也其中这个胖啦、购物这主要的食物是起超过9%，菜色贵子嘛贵超过6%至7%。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中央大市场，甲往日同款人真多。伊朗清政府的英文报纸《德黑兰时报》引用的官方统计指出，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8月起3.8%，也毋过甲去年同期比起幅达到45.3%，也将2025年平均通膨率扭转到37.5%。民间的网络媒体伊朗新闻网是进一步分析物价结构，发现食物杂货甲服务业的起伏拢伫58%左右，其中互看做是主食胖甲购物起伏超过94%，是带动物价压悬的主要动力。半岛引起新闻网认为，这显示中科经济制裁已经开始增加对伊朗一般民众的生活压力。بالاخره دنیای بیزینسه دنیای بیزینسه و باید با مردم ساخت欧美以伊朗无遵守核能协议、过量过度提炼、高度浓缩铀为理由，决定中期制裁措施，在伊朗民间引起两极化反应。مذاکرات هم میخواد ما که مذاکره نمی‌کردیم که توی مذاکره بودیم که حمله کردن. اینا هیچ چیزشون قابل اعتماد نیست، نه قراردادی که باشون می‌بندیم، نه مذاکره، هیچ چیزی قابل اعتماد نیست. 早伫联合国安理会造成决议进程，以色列甲美国先后空袭伊朗的核能设施。伊朗是以记者互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这篇检查任务作为初步回应。It remains unclear just how Iran is going to react to this. Some within the country have said that Iran should withdraw from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Others have hinted that Iran could rush towards a nuclear weapon. 半岛英文新闻网的分析认为，欧美制裁确实对9成以上的伊朗民众生活造成真大的冲击。也毋过，伫掌权的工业派眼中，中期制裁会当讲是拄下因的意，会当就此宣传欧美无法度信任的讲法。安尼说落来，对策除了向多年来共款设法回避制裁，直接退出 NPT 条约，也是无正式退出，也毋过拒绝执行 NPT 之下的义务，拢是可能的选项。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伫咧智利有全世界上界细只的鹿仔，身高是无到50公分。毋过呢，就是因为细只，常常去互狗仔夹着，去互车弄着，但后是强要断种。动物团体都呼吁政府就立法改善野狗的问题，也落来呢爱加菜漂死，民众洗车就爱洗较慢的。这些动物想一个看敢若狗，啊，毋过因的头壳的发角叫做普陀鹿，因为大只了后身悬较无50公分，是世界体型上细只的鹿仔，主要分布伫智利南部的基洛埃岛。普陀鹿出世了后前几个月，身躯还佫白色斑点，甲动画电影中真古锥的小鹿斑比正共。毋过，这种真古锥的动物，即马当面临生存的危机。Cerca de 50 pudús al año en Chiloé silvestre, lo cual es una cifra bastante alta considerando que es una especie amenazada. Se encuentra en categoría vulnerable, según lo que es las cifras de la UICN. Y actualmente este año, el 2025, ya llevamos 18 pudús ingresados, de los cuales el 50% es por ataque de perro, el 33% por atropello. 动物组织表示，普陀鹿仔的脚真瘦挑，佫无胆，根本毋是汽车，也是真歹狗仔的对手，所以因往往会死伫路的，也是去互狗仔攻击，数量当快速减少。目前野外村差不多1万只，有新的鹿仔母伫冬春天的时阵，尤其较会受到伤害。Las etapas, las estaciones lo que es invierno y primavera, las hembras gestantes pesan más, por lo que es mucho más fácil ser depredadas por lo que son los perros de libre deambular.
por lo que a esta altura del año, que ya estamos en agosto, lo que más ha ingresado es por ataque de perro. 动物组织是烦恼情况若持续恶化，普道路为较会灭种，转为面临灭种，甚至直要灭种，也惊这是早晚的代志。所以因呼吁当局赶紧采取行动，包括设置路票警记、加检索的设施，甚至制定一项新法规，防止乡村地区的龙洞犬爬爬走。希望各界共同维护普道路的生态地，互因会当保留一个生存活动古水的身影。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